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是7月初2，又搁到拜五的时间，希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一礼拜要过去的时，咱犹原伫主的话来牵调，互上帝话来帮助咱，互上帝话逐天教咱来三甲行。咱今仔所要看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哥林多后书10章第7节到11节。当大家早起的即个灵修的活动，希望咱会当来继续，互咱会当时常倚靠主来得胜，来赢过即个软正甲软弱的时。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若会使请咱大家来读即段圣经，若无请大家来听牧师伫遮来读即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7节到11节。恁看目前若有人靠家己是属基督的，伊着搁家己想，看伊怎样属基督。阮也是安尼。主所赏赐阮的权，是要建立恁，毋是要败坏恁。阮就若为着即个权，留啊过头夸口，也无tri到见效，免得我亲像用批互恁惊。因为有人讲，伊的批沉重阁有力，若是相对面的时，身躯软正，讲话俗俗。迄号人着想，阮相离开的时，批来讲的话是啥物款？相对面的时，做事也是安尼。阿免，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亲爱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会先用外表皮来看人。我会记得以早捌断过一摆因为我无穿即个牧师服参加一个会议有一个牧师伊就安尼讲，伊讲你若无穿牧师的衫，人敢会知影你是一个牧师？有当时咱欠彩会用外表皮来看即个人是毋是伊是啥物款的人，也是伊穿的制服是毋是伊又是啥物款的人。总是主帮助咱毋是用外口皮来去看人。所以保罗先生伫即个所在对伫遮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来遮讲，因遮的人有当时会嫌即个咱即个保罗先生，因捌见过面，总是因有当时会去批评遮的牧者，来安尼讲你看伊的批写了真沉重，总是人看起来是安尼软正，搁粗粗俗俗，敢若看起来是无啥物。总是保罗先生爱互因知影讲，毋是我的批写的，甲我即个人是无共款的。欠彩因所看即个外口皮即个保罗先生是一个真矮插无介悬的人，欠彩是一个无缘投的人，欠彩是一个粗俗的人。总是保罗先生伊安尼讲，伊讲我的批是安怎，我的人嘛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用外口皮去看人。咱感觉即个人穿插较好，就表示敢若伊较厉害，伊是较牛的人。即个人穿插较无好，欠彩咱就感觉伊是一个无牛的人。总是主毋是互咱来看外表，主是看的是咱的内心。所以伫旧约圣经内面，上帝就安尼来启示即个撒母耳讲，人是看外表，总是主上帝是看内心。望上帝来帮助咱。保罗先生欠彩。伫人的面头前来看，是矮插的，是无讲真缘投的人，是讲话粗俗的人，总是伊有权柄，伊是主所册的使徒，伊是使徒的身份，伊所建立的教会也是真有上帝同在的同工。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咱毋是看人的外表，咱是看人的内心。一个真正的牧者，并毋是外口皮看起来，互人感觉真水、真缘投、真好，这是一个牧者。伫圣经内面嘛写讲，耶稣伊无一个真水的形貌，互大家来看。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咱看的是耶稣是伫即个人的内面，怎样来活出伊的活命。所以，咱看人的时嘛，毋通用外口皮来看人，咱就爱将即个人来看有耶稣基督伫伊的内面来活出主的活命。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毋是用外口皮来去论断人，是会通看见人的内心是啥物。有的人欠彩伊毋是真
外口真富有、真丰富，也是讲伊是一个真水、真乐、真悬的人，总是欠彩伊伫内面有一个真水、真好的属灵的画面，互咱来学习。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会当来学习这属灵的前辈，毋是看伫外口批的所在，是咱着要真正看人的内心，毋是批评人的外表，是着看见内面有主要所活命的人，咱着安尼来尊重伊，就安尼来看重主伫伊内面所做的工。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